原本睇落好浪漫嘅婚禮，竟然變成咗一場鬧劇，將74歲嘅 TVB 資深演員李龍基同佢38歲嘅未婚妻王青霞推到咗輿論嘅風口浪尖。呢場婚禮本嚟應該係兩人愛情修成正果嘅見證，但就因為一系列驚人爆料而變得撲朔迷離。個仔大鬧婚禮現場，喊住講佢呃晒爸嘅養老錢。新娘手機驚現老年獵物名單，女方被爆欠債成百萬而係呃婚前協議條款更加震驚全網絡。呢啲一連串事件就好似一顆顆重磅炸彈咁，喺娛樂圈同公眾當中引起咗好大嘅風波，令到大家都唔禁對呢段跨咗年齡差距嘅感情產生咗好多疑問同猜測。李龍基係中國香港嘅男歌手、演員，而家係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簽約藝人。佢嘅演藝生涯真係好豐富多彩。早年間因為主唱電視劇主題曲巨星《浣花洗劍錄》而成名，嗰把渾厚有力嘅嗓音，唱出咗無數觀眾心入面嘅江湖豪情，亦都奠定咗佢喺粵語流行樂壇嘅地位。因為外形粗獷，佢被人稱為斬柴佬。1980年代喺酒廊演出好活躍，又被讚為酒廊王子，成為咗嗰個時代香港娛樂界嘅標誌性人物之一。不過喺感情生活方面，李龍基就經歷咗好多波折。佢有過2段婚姻，第一段婚姻育有2子1女，但隨住事業上升同生活變化，呢段婚姻最終都走向咗破裂。之後佢又迎來咗第2段婚姻，第2任妻子係深圳人。兩人長期分居。喺呢段婚姻期間，李龍基嘅生活睇落好似好平靜，但實際上暗藏住危機。王青霞比李龍基細36歲，佢嘅出現就好似喺平靜嘅湖面投入咗一顆石子，打破咗李龍基原本睇落平靜嘅生活。王青霞自稱係一名飛機工程師、畫家，仲曾經就讀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EMBA 課程。學習營銷管理，佢有個好光鮮亮麗嘅外表，同好似好豐富嘅履歷，俾人一種神秘又充滿魅力嘅感覺。2019年，王青霞公開咗同李龍基嘅戀情，兩人嘅關係逐漸浮出水面。當時李龍基仲未同第2任妻子離婚，而妻子正喺安胎期。呢段爺孫戀曝光，無疑俾李龍基嘅家庭帶來咗巨大嘅衝擊。花邊新聞曝光之後，妻子火速同佢離婚，仲自爆個仔流產，令到李龍基陷入咗輿論嘅漩渦當中。但就算咁，李龍基都冇因為咁而放棄同王青霞嘅感情，反而更加堅定咗要同佢一齊嘅決心。不過呢段感情從一開始就充滿咗爭議同挑戰。王青霞嘅背景逐漸被媒體同公眾爬出嚟，佢嘅種種行為亦都引發咗好多質疑。佢曾經被爆學歷造假，自稱喺美國留學，仲提供咗好多項證書，但因為唔能夠提供材料證明，冇獲得批准。2020年，佢再次以訪客身份嚟到香港，長期同李龍基住喺一齊。期間，佢經常通過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嘅才藝同優生活，將自己塑造成名媛嘅形象。但好快，佢就被眼尖嘅網友發現。佢喺社交平台晒出嚟嘅繪畫作品，竟然係某寶喺售嘅商品。被質疑之後，王青霞解釋係購買咗高清圖片臨摹嘅，仲轉頭怒斥商家盜用佢嘅成品。但呢個解釋冇得到公眾嘅認可。假畫事件之後，王青霞又被扒出曾經喺娛樂場所上班，仲喺酒店賴過帳，佢精心塑造嘅名媛人設徹底坍塌。但李龍基卻始終站喺佢身邊。當住媒體嘅面逐一闢謠，話呢啲都係子虛烏有。不過謊言始終係謊言，講多咗始終都會反噬。2023年，王青霞因為多項罪名入獄，其中包括違法逗留、學歷造假、提供文書作假等等，被判處25個月有期徒刑。呢個事件令到兩人嘅感情再次陷入咗困境，亦都令到公眾對佢哋嘅關係產生咗更多嘅質疑。面對女友入獄，李龍基冇選擇放棄，反而展現出咗令人動容嘅痴情。佢多次喺媒體前落淚，仲許諾一定會等王青霞出獄，
出獄之後就會計劃結婚。喺王青霞入獄期間，兩人嘅感情冇因為距離同困境而疏遠，反而變得更加深厚。佢哋通過書信嚟維繫感情。王青霞喺獄中經常俾李隆基寫信，每封信開頭都稱呼佢做親愛的老公，到而家已經有超過410封。呢啲信件承載住王青霞對李隆基嘅思念同愛意，亦都成為咗佢哋喺困境中堅守感情嘅精神支柱。為咗令到王青霞安心，李隆基每周都會認真俾佢回信，信中亦都稱呼佢做親愛的老婆。過年嗰陣，李隆基去金店買咗戒指同龍鳳燭，雖然店員推薦咗好貴嘅款式，但佢揀咗普通嘅，覺得王青霞唔會介意呢啲。佢滿心期待住王青霞出獄嗰一日，親手為佢戴上戒指，俾佢一個承諾。隨住王青霞出獄日期嘅臨近，兩人嘅婚禮亦都進入咗籌備階段。不過就喺婚禮前夕，一連串驚人嘅爆料，竟然好似一顆火炸彈咁，喺公眾當中引起咗好大嘅風波。有消息稱，王青霞嘅手機入面驚現老年獵物名單，名單上記錄住一些老年男性嘅信息。呢個令到大家都唔禁懷疑佢同李隆基一齊嘅目的唔純，疑似係為咗呃錢。與此同時，王青霞又被爆欠債成百萬，疑似呃婚。有債主站出嚟聲稱，王青霞喺同佢交往期間，以各種理由向佢借錢，承諾會還款，但一直都拖延，最終消失唔見。呢啲爆料令到公眾對王青霞嘅信任跌到咗冰點，亦都令到即將舉行嘅婚禮蒙上咗一層陰影。更加令人意想不到嘅係，婚前協議嘅條款都被曝光，震驚咗全網絡。據透露，婚前協議中規定，李隆基名下嘅所有財產，包括房產、存款等等，喺婚後都將歸王青霞所有。而且，如果李隆基先去世，王青霞將繼承佢嘅全部遺產。咁樣嘅條款，令到好多人認為王青霞係覬覦李隆基嘅財產。呢場婚姻從一開始就係一場騙局。面對呢一連串嘅爆料同質疑，李隆基嘅仔女們都坐唔住啦。尤其係佢個仔，對父親同王青霞嘅婚姻表示咗強烈反對。喺婚禮當日，個仔大鬧婚禮現場，情緒激動咁喊住講，佢呃晒爸嘅養老錢。呢個女人就係個騙子，佢根本唔係真心愛爸爸，佢只係為咗錢。個仔嘅舉動令到婚禮現場陷入咗一片混亂，賓客們紛紛議論紛紛，媒體亦都蜂擁而至，將婚禮現場圍得水泄不通。李隆基睇住個仔咁激動，心入面好痛苦。佢試圖安撫個仔嘅情緒，解釋自己同王青霞係真心相愛嘅，希望個仔能夠理解同支持佢哋。但個仔根本聽唔入耳，佢認為父親已經被王青霞迷惑咗雙眼，做出咗錯誤嘅決定。喺個仔嘅心入面，父親辛苦咗一輩子，賺落嚟嘅財產唔可以就咁俾一個嚟路唔明嘅女人呃走。面對個仔嘅大鬧同公眾嘅質疑，王青霞顯得有啲慌亂，但佢都努力保持住鎮定，試圖解釋呢啲嘢。佢表示，老年獵物名單只係一些普通朋友嘅聯繫方式，自己冇任何不良企圖。欠債嘅嘢亦都係誤會，自己會盡快還清債務。至於婚前協議，嗰係兩人經過商量之後共同決定嘅，係為咗保障兩人婚後嘅生活，唔係為咗呃李隆基嘅財產。不過佢嘅解釋冇得到公眾嘅認可，好多人認為佢係喺狡辯，係為咗自己嘅騙局揾藉口。喺輿論嘅壓力下，王青霞嘅形象一落千丈，佢成為咗眾人眼中嘅騙子心機女。而呢場原本應該充滿幸福同浪漫嘅婚禮，亦都變成咗一場鬧劇。喺呢場風波當中，最令人關注嘅問題之一就係李隆基同王青霞之間嘅愛情係咪真係存在？從佢哋嘅愛情經歷嚟睇，兩人喺相識初期，或許真係有相互吸引嘅地方。李隆基被王青霞嘅年輕活力同神秘背景所吸引，而王青霞亦都可能被李隆基嘅名氣同成熟魅力所打動。喺王青霞入獄期間，李隆基嘅癡情堅守同獄中求婚，亦都令人感受到咗佢對王青霞嘅深情。
不過，王青霞嘅種種負面新聞同爆料，卻令到大家都對佢嘅動機產生咗懷疑。佢學歷造假、人設崩塌、欠債唔還等行為，令人好難相信佢係一個真心愛李龍基嘅人。尤其喺婚前協議條款曝光之後，更加令人覺得佢係為咗李龍基嘅財產先同佢一齊。咁樣，佢哋之間嘅愛情到底係真心實意，定係一場精心策劃嘅騙局呢？呢個或許只有佢哋自己心入面最清楚。呢場風波亦都令到大家睇到咗人性嘅複雜同多面。李龍基喺感情面前表現出咗痴情同堅定嘅一面。佢唔理年齡差距同外界嘅質疑，堅持同王青霞一齊，並且喺佢入獄期間不離不棄。呢種對愛情嘅執着令人感動，但佢亦有盲目同衝動嘅一面。喺冇充分了解王青霞嘅背景同為人嘅情況下，就輕易咁同佢確定關係，並且簽訂咗對自己唔利嘅婚前協議。呢個顯示出佢喺感情面前缺乏理性思考。王青霞就係一個充滿爭議嘅人物。佢有個光鮮亮麗嘅外表同好似好豐富嘅履歷，但實際上卻有好多不良行為同負面新聞。佢喺感情當中，或許既有真心愛李龍基嘅一面，亦有為咗獲取利益而利用佢嘅一面。佢嘅行為令人捉摸唔透，亦都令人對佢嘅真實動機產生咗懷疑。而李龍基個仔，佢嘅憤怒同反對亦都係可以理解嘅。佢擔心父親被騙，想要保護父親嘅財產同晚年生活，呢個係出於對父親嘅愛同關心。但佢嘅方式或許有啲過激，喺婚禮現場大鬧，唔單止冇解決問題，反而令到啲嘢變得更加複雜。經過呢場婚禮風波，李龍基同王青霞嘅感情無疑受到咗巨大嘅衝擊。佢哋能否修復呢段感情，重建彼此之間嘅信任，將係一個巨大嘅挑戰。如果佢哋真係真心相愛嘅，咁佢哋需要坐低嚟，坦誠咁溝通，解決彼此之間嘅矛盾同問題。李龍基需要重新審視自己對王青霞嘅信任，而王青霞亦都需要用實際行動嚟證明自己嘅真心，改變公眾對佢嘅睇法。無論呢場風波嘅結果點樣，李龍基同王青霞都將面臨未來嘅生活同選擇。如果佢哋能夠渡過呢個難關，重新走到一齊，咁佢哋需要更加珍惜彼此，用心經營呢段感情，共同面對未來嘅生活。如果佢哋最終選擇分開，咁佢哋亦都需要勇敢咁面對現實，重新開始自己嘅生活。而對於李龍基嘅仔女們嚟講，佢哋亦都需要尊重父親嘅選擇，俾佢理解和支持，令到佢能夠喺晚年過上幸福嘅生活。李龍基同王青霞嘅呢場婚禮風波，就好似一面鏡子，折射出咗愛情、利益同人嘅複雜性嘅關係。喺呢個充滿誘惑同挑戰嘅社會入面，愛情往往唔再係單純嘅兩情相悅，而係夾雜住各種利益同目的。我哋喺追求愛情嘅同時，亦都應該保持住理性同清醒，唔好俾表面嘅現象所迷惑，要學會用眼睛去睇，用心去感受，真正揾到嗰個同自己靈魂契合嘅人。同時，呢場風波亦都令到大家睇到咗輿論嘅力量。喺信息傳播迅速嘅時代，輿論可以喺瞬間將一個人捧上神壇，亦都可以喺瞬間將一個人打入深淵。我哋應該理性咁看待輿論，唔好盲目跟風，唔好輕易咁對他人進行評判同指責。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同難處，我哋應該俾他人更多嘅理解同包容。最後，希望李龍基同王青霞能夠喺呢場風波當中吸取教訓，做出正確嘅選擇。無論佢哋嘅未來點樣，都希望佢哋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過上平靜而美好嘅生活。亦都希望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從佢哋嘅故事當中得到啟示，珍惜身邊嘅愛情，堅守自己嘅原則同底線，喺人生嘅道路上行得更加堅定同從容。